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煞去互歹心恶乐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个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甜粿过年，发粿发钱。哈哈，这摆有万全的准备，一定会当互苦的人起笑抓狂。哈哈哈！我真正是天才啦！大发财，大发财，大发财！就介意过年前这款闹热的气氛，做伙来去看要买啥物，转去过年。过年拢有我爱食的鱼啊，不过鱼头甲鱼尾袂使食了了哦，代表规年抗天做代志有头有尾。我上介意过年时啊，规家伙啊做伙围炉食火锅，豆豆啊食。火锅愈煮愈旺，足幸福的。过年就是爱食甜甜，爱传甜粿、发粿、糖仔、果子，和大家哪开讲哪食。哈哈，大家拢食着我的嘴烂，去互我喂着啊！干那想着过年要食啥好料的，阿公你好。足闹热的，迄搭足侪人咧排队，咱去看卖咧。来哟来哟，紧来看！钱钱家钱入大厅，富贵好运贵山平。若要钱钱发粿，明年一定会当大赚钱。钱气财神，我嘛要买。新春大发财，食过发钱财。哎呀，是料理救援队，这摆袂使互因发现。我是机器，我是机器。哇，有钱气多样的发粿呢，真有创意。等咧，拄食发粿的人，敢若变甲足激动的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摕来，贪财，贪财！这发粿闻起来有臭酸味，无啥着。我感觉迄只机器财神，敢若面色面色。这熟悉面的感觉，阮当是鸟车头家。可恶的料理救援队，又搁是恁来破坏我的计划。你到底变啥物？是安怎你会发粿担这么轻？啥人无爱发财？只要发大发财的口号，大家就手要爱呀！搁有我高行独市的放生秘方，互人看到钱，目睭就天大蕊。嘿嘿嘿！利用碰风的口号来使弄人，实在足卑鄙的。是因家己想要发财，哪会使怪我？怎啦？好食的料理有香北的设计，好片的芳气，刷出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甜。嗨！嗨！不管是发粿、甜粿、菜头粿，这台湾传统的粿，拢是爱用人绳接起钢锤才会用的。互你体验看三温暖是啥物感觉？哇！这是啥物消息？我是金选口呀！鸟鼠仔头家的能力消息啊！救援队甲吹好的发粿分互大家斗阵食。好食，这就是过年的滋味啦！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